效力美国职棒大联盟西雅图水手队的日籍球星铃木一朗今天宣布退休，消息一出，让许多一直以来支持一朗的球迷感到惊讶、惋惜与不舍，但也表示未来还会继续为一朗加油。一朗曾效力以神户市作为根据的日本职棒欧力士队，9年间有7年连续担任球队开路先锋，表现相当活跃。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神户市的一名50多岁男性说，一朗在阪神淡路大地震后，在欧力士队的表现也一直相当活跃。他曾去看过一朗的比赛，听闻这个消息感到遗憾，想跟一朗说声辛苦了。另一名70多岁的男性说，一朗曾在神户长期表现活跃，希望之后能回到神户担任欧力士队的监督、总教练。一位30多岁的男性说，虽然对一朗决定从第一线退下来感到遗憾，但希望一朗接下来能把他自己一路上所学到的经验与技巧传承给下一代。另外，东京都涩谷区的不少民众对一朗的决定都表达惊讶与惋惜。一名也在打棒球的18岁男性说，虽然看到新闻报道觉得很吃惊，但一朗能持续到45岁，真的是辛苦了。一朗是比别人都要更加努力的球员，即使到了大联盟，也受到许多国外选手的敬仰，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选手。一名46岁的女性说，就算不是棒球迷，也会对伊朗那种坚持到底的态度产生尊敬，希望伊朗接下来能担任教练或解说员，用各种方式持续做跟棒球相关的事。跟家人来东京巨蛋旁复合式商场玩的40多岁女性说，伊朗是能打能守的全能型球员，是日本人的骄傲，希望伊朗未来还能从事跟棒球相关的事，他会持续为伊朗加油。另一名50多岁男性说，因为非常喜欢伊朗，所以感到非常遗憾，未来会持续为伊朗加油。